有少少規模嘅金融公司咧，其實都已經好早已經開始着手喺數碼化嗰方面着手㗎啦。推動咩啊？推動就黃金數字化，咁啊降低交易嘅門檻咧。香港係即係有望成為到亞洲嘅黃金嘅定價中心。歡迎收睇智庫通，新質新產力嘅發展點樣可以令金融業應對挑戰同埋迎來一個新機遇咧？今日就要同一位業內人士一齊傾下。劉生，歡迎你。係，你好。睇住香港嘅金融業啦，甚至乎即係可以專注啲講金業嘅發展咧，劉生就好有經驗啦。咁近幾年其實成個嘅經濟環境都有個好大嘅變化，金融業或者係金業面對緊啲乜嘢嘅挑戰呢？其中一個就係會唔會係宏觀經濟咧？會唔會係數碼化轉型咧？或者係人才嗰方面咧？即係如果你以呢3點咧，我會認為宏觀經濟咧係影響最大嘅。當然，其餘嗰2點咧，數碼化轉型啊，同埋人才咧，都係會有影響啦，係咪？咁啊，首先我講一講宏觀經濟環境先啦。其實依家全球嘅經濟增長持續咧，都係喺低水平嗰度徘徊嘅。咁啊，加上地緣政治緊張啦，咁大家眾所周知都知道，尤其是中美博弈緊啦，係咪？咁佢牽連到咧，基本上唔係淨係2個國家啦。基本上牽連到係全球啦，仲會加上係利率波動啦，同埋咧就係資金嗰個流動性嘅變化咧，都會影響到，應該係話好嚴重咁影響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市場嗰個穩定性嘅。咁而其他咧數碼化嘅轉型咧，以香港為例咧，其實對好多比較傳統性一啲舊啲嘅金融即係嘅經營者嚟講咧，其實都會帶嚟好大嘅挑戰。當然呢啲應該係好少撮嘅。香港會比較上尤其是規模比較有翻，唔可以話需要最大啦，應該係話開始有少少規模嘅金融公司咧，其實都已經好早已經開始着手喺數碼化嗰方面着手㗎啦。即係例如係數碼化嘅 transaction 啦、嘅 settlement 啦，從而會影響到咧就係嗰個交收啦。同埋即係結算咧，個成本降低咗，同埋咧就係個 efficiency。咁啊，至於第3點咧，就係話人才嗰方面咧。當然啦，即係香港，尤其是都唔可以淨係香港，全世界、全球咯，都係進入緊呢個綠色金融啦、數碼化嘅金融啦。即係都係好需要乜嘢咧？即係會係人才嗰方面係高技能啲嘅。咁喺一個大嘅框架、新質新產力發展底下，咁點樣可以應對以上嘅挑戰呢？宏觀經濟嗰方面咧，相信係可以利用例如區塊鏈技術啦，就可以提高咗交易嘅透明度同埋安全性，從而咧就係應對到宏觀市場嘅波動。OK， 咁啊第2點咧就數碼化嘅轉型。數碼化轉型咧，其實依家可以利用 AI 啦。AI 我相信係好多。我近呢2-3年都好多人講緊啦，係嘛？國內亦都有一陣又話 DeepSeek 啊，係嘛？咁啊又話 ChatGPT 啊，嚇咁啊變咗咧就其實應該可以利用 AI 同埋大數據優化到咩嘢風險管理啦、交易嘅結算啦，同埋 customer service。咁啊藉住咁樣可以減少到好多係人力嘅依賴。劉生啊，咁香港咧就係作為一個亞洲嘅一個貴金屬嘅樞紐啦。過去喺施政報告裏面咧，亦都曾經提過，就係香港將會以黃金作為一個嘅切入點㗎。咁你哋集團又點樣把握當中嘅機遇去發展黃金業務咧？提升市場嘅信心啦，嚇咁啊！提升到市場信心，當然亦都要靠好多嘢啦。例如咩？有4點啊，推動、拓展、建立同埋強化。咁啊，推動咩啊？推動就黃金數字化。黃金數字化咧，就發行黃金嘅憑證同埋基於區塊鏈嘅黃金 token 啦。咁啊，降低交易嘅門檻咧。以往咧，其實好多嘅投資咧都係只係適合一啲專業嘅投資者啦。咁咧，而令到咧就係一啲有啲可能叫散戶啦，有啲或者叫非專業嘅投資者咧，就卻步嘅。其實可以係我認為金融嗰方面咧，應該可以即係盡量去創造多一啲咁樣嘅唔同類型嘅產品咧，係迎合到市場。咁呢樣嘢係好重要啦。提高產品嘅創新，其實頭先我已經係講咗啲嘅啦。
黃金嘅衍生產品咧，其實咧個市場係仲係好大嘅。例如就係一啲期權啦，例如一啲期貨啦，係啦。咁咧就強化到同埋強化到香港嘅黃金嘅定價。咁我認為咧就係香港係能夠成為到即係有望成為到亞洲嘅黃金嘅定價中心。咁呢幾點咧係應該就係話響香港係應該要更進一步去做呢一樣嘢。講到一個新嘅進程現代化啦，香港黃金交易所其實係咪亦都係一個現代化治理邁出咗一大步咧？對香港成個金業帶嚟啲乜嘢影響啊？我認為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嚟嘅，提升到國際形象咧，會有啲乜嘢咧？繼而就會提升到市場嘅信心。提升到市場信心咧，就會係咩？因為會將整個即係交易會更加合規同埋透明度咧，係能夠吸引到更加多嘅環球投資者啦，同埋咧就係話機構性嘅投資者。環球市場近幾年咧，對於黃金個需求都不斷上升，我哋見到好多央行都話要增持黃金喎，呢方面嘅趨勢又會係點咧？就我個人而言咧，我係認為打後呢幾年，我哋首先講5年先，打後呢5年咧，應該黃金每年個交易量咧，都應該係 progressively 咧係可以上升大約起碼9至12%。咁啊，主要嘅原因係咩？頭先都講過啦，地緣風險啦，通脹嘅作為避險啦，央行以購買一個習慣購買黃金，一個持續會佢哋都有一個咁樣嘅需求嘅推動啦，就會將實物黃金同埋數字黃金咧，都係即係令到佢持續增長嘅。咁而另外一個比較代表性嘅世界嘅黃金協會咧，佢亦都即係指出咧，未來5年全球嘅黃金交易量咧，不論實金或者係數字黃金，佢比我更加 aggressive。佢認為嗰個增速可以達到10至15%，我都係9至12啱喺中間啫。劉生，咁喺新質生產力發展啦，同埋就係環球嘅經濟情況底下，咁我哋見到黃金個需求都係會持續上升㗎。香港整個金融業啊，可以點樣把握個機遇做得更加好咧？又係有幾點啦，我認為就應該加快央行嘅數字貨幣，就係同埋全球嘅跨境支付系統咧，就即係嗰個建設咧，就係應該要加快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結算嗰方面啊，依家你知全球好多時咧，就係話呢個又話用人民幣，嗰個又話用美金，一個又有港金用港幣好啦。咁你中間所牽涉到嘅係乜嘢咧？牽涉到就係錢，係咪？咁你嗰個交易咧，好多往往咧就係喺呢一方面咧減慢咗嗰個發展。所以咧就係話，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應該就係話有一個全球跨境性嘅支付系統咧，就可以話配合到，先至會即係加大到即係嗰個交易嘅數字嘅。咁另外咧就係話，依家成日講緊 AI 啦，又係講緊區塊鏈，就應該就係話盡量利用 AI 同埋區塊鏈咧，就係實現到嗰個實時合規嘅控制監管。咁啊，從而咧就係話平衡到創新同埋風險啦。就係頭先有講到政府嗰個配合啦。政府嘅配合咧就係講到科技、金融科技嘅人才。咁依家咧就係話我哋經常都係面對到唔夠人才，咁點啊？咁好多時又話搶人才，好多時咧就係話要引入。咁呢方面亦都係要政府嘅配合啦。咁另外一個長遠啲嘅計劃咧，就應該就係話希望可以配合到開始由小學、中學，小學做唔到都中學啦，就希望咧就係話盡量希望咧就係話年紀細啲嘅時候已經開始學習到咧，以前都好多人講啦，學習理財啊嘛，係咪？其實我哋仲可以咧就係話開始有好多相關嘅金融知識嘅，即係俾佢哋認識到咁樣嘅。即係有咁嘅教育咧，你先至開始咧，就慢慢可以自己培養到自己嘅一批金融嘅科技人才出嚟。而最後咧就係話香港我哋係
即係背靠住中國啦。咁我哋係會有咩好處咧？我哋就可以深化到同大灣區，甚至乎東盟市場嘅互聯互通，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大家對於嗰個數字身份證啊或者產品嘅互認咧，呢個係好重要。今日再一次咧，多謝劉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金融業嘅發展，咁啊令到我哋了解多咗好多金業嘅未來發展方向。多謝晒劉生。OK，thank you。